主席，市民對個人化嘅網約點對點交通服務嘅需求呢係大勢所趨㗎啦，亦都係優勢互補嘅。但係想了解下更多政府呢初步拋出嚟嘅牌照數量嘅計算基礎，我擔心呢，如果計算基礎呢係唔精準呢，或者數據滯後呢，咁政府計出嚟發牌嘅數量呢，就既唔能夠解決市民叫車難嘅痛點，亦都會令到的士業界感覺到呢佢生存受威脅，最終呢就變成兩頭唔到岸。我覺得都認同係用數據去講説話啦，係非常重要。文件多次提到呢動態評估，究竟個實際嘅標準喺邊度呢？幾耐會檢討一次發牌嘅數量呢？咁政府發牌俾網約嘅 call 台嘅平台嘅時候呢，有冇要求呢啲跨國平台呢將佢嘅數據留喺香港呢？政府是否擁有一個實時讀取嘅權限呢？如果無法即時監控數據，所謂嘅動態嘅調整牌照嘅數目嘅時候呢，就只能夠依賴平台佢呈交俾我哋嘅過期報告咯。政府亦都會否建立一個大數據嘅中心，統一監控的士同埋網約車即時嘅供求嘅動態，收集更多嘅數據，例如乘客候車嘅時間、叫車高峰時段，以便更快、更針對性、更精準咁作出調整。咁另外呢，我亦都關注呢政府發牌有幾多個網約嘅平台啦。關注如果近月呢，我哋都睇到社區亦都有一啲收購嘅行為啦。咁如果網約車嘅平台只係為跨國嘅或者境外操作呢，咁政府如何監控交易嘅稅收，或者確保營收嘅利潤呢係喺香港依法咁納稅，貢獻翻我哋嘅公共財政，而唔係淨係喺流於喺海外呢？唔該，主席。好啊，局長。好啊，多謝方議員有幾個提問，我相信類似嘅一啲關注，稍後可能都有其他議員都會提出啦。咁或者我把握個時間，盡量精簡啲，重點答一答。咁首先呢，就正如我哋文件所羅列啦，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呢，就係成個第日我哋喺網約車平台車同埋人嗰個規管，我哋必須要以民為本啦。咁我哋亦都呢係要考慮個數據嘅。咁所以乘客嗰個嘅乘搭點對點服務同埋網約call 車平台，佢哋嗰個嘅體驗同埋佢哋而家嘅車程同埋人次呢，其實呢啲呢都係我哋要掌握嘅一啲嘅數據啦，同埋參數嘅。咁喺文件呢，我哋都有睇得到啦。我哋而家喺我哋嘅調查所得呢，每日嘅網約車嘅乘車嘅車程數目呢，係去到11.4萬程嘅。咁呢個呢，都會作係一個嘅數據嘅重要嘅基礎啦。咁當然另一個嘅參數呢，就會係呢啲網約車司機佢哋日後上線或者所謂工作嘅時候，佢哋係主力呢，都係一個兼職嘅性質。咁但係佢哋會上線嘅時數呢，都係會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同埋差距，流動性大。咁所以呢，我諗我哋一定都係要定一個合適嘅間距，作為一個嘅起步點。我哋喺條例裏邊呢，會定一個嘅上限啦。咁我哋持續呢都需要用一啲數據呢作為我哋嘅動態嘅評估同埋適時嘅調整嘅。第二方面呢，就喺數據嘅要求嗰度。咁其實喺主體法例呢，我哋都有就住一啲平台佢要備存同埋提供營運數據呢，係定明咗一個清晰嘅要求。運輸署呢亦都會建立一個資訊嘅系統對接啦，去監察呢啲嘅服務同埋營運嘅情況，亦都呢係能夠呢幫我哋做到一個嘅動態評估嘅時候呢嘅一個數據嘅跟強嘅。多謝主席。